做伙跳舞。创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，还有看这个世界的观点。创作，对，就是有话想说的时候，可以用歌了把它唱出来。就是把想说的话说给大家听。用台语写的时阵，普通是阮会使讲，啊，毋过较文言的台语，阮袂晓讲嘛，袂晓写，所以伫咧写台语歌的时阵，感情拢是较简单、较直接，伫咧讲阮的故事。所以我感觉台语歌是一种和华语是无共款的感觉。3年之前，阮有发表一张 EP， 拢是台语歌。迄个时阵是阮差不多要大学要毕业，真侪朋友其实拢毋知影家己未来要创啥，嘛是有可能是未来想要创啥，毋过即个社会甲环境有淡薄仔反作用力伫咧伊个身躯顶悬，所以迄个时阵写了迄张专辑的歌呢。翔宇有创作一首歌叫《公孙娜》，这首歌就对我来说比较多的情感，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，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画面，里面有很多我们大的故事这样。海里六十一号赞。